Hello，大家好，我係阿西。啊、如果大家唔啱睇呢一個嘅必殺技分享呢，咁可以睇翻雙周嘅隊伍分享啦。咁其實今次嘅雙周呢，就限制嘅條件呢，就係屬性嘅豬嘅出現率呢就會降低啦。咁同埋有出現呢一個嘅玉啊、連啊，或者玉。玉好似係玉都包括啦，玉連 G 同埋炸彈啦，即係冇邪魔豬嘅，即係呢四個豬咧就出現率係會增加嘅。咁隊伍嚟講咧，我就有兩隊啦。咁一隊咧就係雷利隊啦，雷利隊我就用呢一隊係啦。咁另外如果唔係用雷利隊啦，用平民隊咧，咁我用呢一隊嘅。飛鼠隊咁下邊嘅角色全部都係博色系噶啦。咁用翻好友就係用翻雷利啦。咁而即係雷利隊當然係用翻好友雷利啦。就咁樣啦。開始播啦。咁我就選擇播咗雷利先啦。咁其實雷利隊就要注意呢，就其實同兩隊嚟講啦，其實都係最好就有亮珠就儲一儲啦，即係必要即係冇必要都唔好特別撳走啲亮珠啦，因為亮珠嘅出現率本身就係低啦，咁所以就有得留就盡量留啦。同埋我就習慣咗係最大回合過嘅。咁如果大家玩熟咗之後就可以嘗試下快刷嘅，即係可以唔使特別留珠，即係唔使特別留技，秒住過，我諗應該都冇乜問題嘅。點解我要用呢一個嘅惡夢路飛呢？因為呢，佢招必殺技呢，就係對單體嘅深屬角色咧就都 OK 高傷害啦，打成可以最高40幾50萬啦，咁同埋仲可以延遲一 turn 啦，咁所以就我覺得都幾適合打今次嘅雙週嘅。咁當然啦，你睇到其實呢一個隊伍嚟講有3個都係降臨角啦，咁我知道即係如果可能對翻一啲比較即係新玩嘅玩家，雖然佢有雷利，但係隊員嗰方面唔係話太足夠嘅話呢，其實就可能會吃力少少嘅，或者佢可能技能嗰方面未升到滿嘅話，就可能會要拖得比較長少少啦。咁所以就可以參考翻之後另外嗰一隊所謂平民隊啦。咁你話即係呢一個嘅飛鼠，其實亦都可以組戰國去打嘅，因為戰國都係博色系啦，同埋不過你個隊員方面你就要留意，就係要帶翻啲20 cost 以下嘅，先至有即係3倍，即係有食到呢一個嘅戰國嘅隊長技啦。咁同埋加上我呢一隊其實就嗰個布利德好似係叫定布蘭德布利德，即係嗰個馬戲團嗰個角色啦。就因為我係升爆咗佢招必殺技啦，咁所以就唔使特別儲得太耐都得嘅。咁去到呢一關呢，尾二嘅啦，咁佢就會加自己防禦力啦。咁我就會開咗呢一個馬戲團布利德嘅必殺技啦。咁自己會加攻擊力1.75倍。咁同埋嚟緊呢嗰3個回合呢，都會有得增加嗰個出呢一個嘅亮珠嘅機會率嘅。咁你見到都好大力啦，就算冇乜亮珠啦，都可以一嘢 KO 佢。咁因為就算冇亮珠都好啦，有 GG 嘅話呢，都可以加1.5倍嘅。係啦，咁呢度就因為我儲夠咗 CD 啊，咁可以開呢一個嘅雷利解鎖啦。咁再嚟就開呢一個嘅暴君紅嘅必殺技啦。咁將翻啲連玉即係屬性豬以外嘅豬啦，就變做純豬。咁再開多下呢一個嘅
飛鼠咁啊，再開埋呢一個嘅惡夢怒飛咁啊，一回合絕對能夠帶走佢噶啦。係啦，就咁樣啦。咁再落就去呢一個嘅飛鼠隊啦。sorry，唔好意思啊。係。咁正如我之前條片咁講啦，就我有落到呢一個嘅羅賓嘅。咁因為如果你自己唔係用雷利，亦都唔係即係冇滿技嘅雷利好友嘅話咧，咁啊建議可以落翻呢一個嘅羅賓啦，去做呢一個嘅解鎖2回合嘅。咁而沙岳就其實唔使用到佢招必殺技都得嘅，不過你話你用都可以，咁啊視乎情況啦。你可以話即係譬如你暴君紅未升到滿技嘅唔緊要，咁咪可能落翻其他嘅博色系嘅角色落去啦。譬如話你可以落呢一個嘅 Mr. Free 啦，即係深熟嗰隻 Mr. Free 啦。咁到時候就變咗你係要開呢一個嘅沙岳嘅必殺技去洗豬啦，就冇得用呢一個嘅暴君紅去直接將你嘅連啊、肉啊、炸彈嘅豬變做純豬，再加1.75啦。咁你就可能隊員方面就要少少調配啦，譬如話你嘅或者你可以唔用 Mr. Free 都得，你可能你落翻嗰個叫做洛蘭德啊，即係嗰個2回合能夠有1.5倍亮珠增傷嗰個角色啦。咁你放落去代替呢個暴君紅亦都可以嘅。我冇記錯應該佢係博色系啦。不過嗰個角色就即係如果你落你冇暴君紅，你用沙岳去洗豬就變咗即係個速度上會慢少少啦，因為你要洗豬啊嘛。咁我就呢一個版本，即係我錄嘅時候咧就咁啱咁好彩啦，有亮珠啦，咁所以就可以 keep 到，即係可以留到落去打呢一個嘅 Mr. One 嘅。係啦，咁照版主碗啦，就照開呢一個嘅布雷德嘅必殺技啦。咁一 round 都可以帶走佢噶啦。係啦，再落最後一版啦。佢會鎖你呢個角色啦。佢鎖2 round。其實咧就如果你嘅雷利好友冇即係冇滿技啦，咁你唔解呢一個嘅羅賓都得嘅。咁只要佢冇鎖到呢一個嘅暴君紅咧，其實你就一樣照贏嘅啫，就算你打少一個。係啦，開埋飛鼠啦。基本上1 round 就可以帶走佢噶啦。就咁樣啦。2個版本。再落咧就講一講翻啲角色啦。其實就有少少特別啦。因為2個角色嚟講咧，其實佢都係啦。首先講甚平先啦，佢就會扣必殺技啦，就係減對方10% 嘅血啦。咁同埋咧後邊咧嗰個解釋咧就係當你嘅隊員即係成個隊伍啦嘅血低過30% 以下咧，你再開呢一招咧，佢先至會有格鬥系角色1.5倍嘅。換言之係咩咧？就係當你血量未夠30% 以下咧，你再開呢一招必殺技咧，就只能夠出到扣10% 嘅效果，就冇後邊嘅1.5倍嘅。咁呢個要注意啦。貨翻
啱啱抽，如果大家啱啱抽到 Pink 呢個角色啦，即係格鬥殘血格鬥係3倍嗰個角色啦嘅話咧，咁呢一個咧就會有個好好嘅隊員啦。咁而船長效果嚟講就係格鬥係2倍啦，咁減傷10%就冇乜特別嘅。咁而 Mr. One 其實都係一模一樣嘅啫，咁前邊必殺技咧講緊係扣15%嘅力屬性傷害啦，咁同埋咧必殺技咧就係同頭先一樣啦，咁只不過咧係斬擊係變咗1.5倍，但係都係要3成血以下嘅。咁而個船長效果咧就係斬擊係嘅角色有2倍啦，同埋一出場嘅時候就減1 CD，就咁簡單啦。咁而3維未知幾高嘅，其實就依家升到呢個角色49都係得300幾攻，就唔係好期望佢幾高噶啦，即係可能去到最終可能講緊係可能800幾900攻咁上下啦，我估。而打到嘅技書今次其實就有，或者我俾大家睇睇啦，我有 save 低度嘅應該就呢度係啦，就有女帝啦，有閃電啦，人妖王。呢一個嘅，仲有下邊嗰2隻我唔知咩角色啦，落葉啦，同埋最底下嗰隻都唔知係咩角色嚟嘅。咁唔重要嘅，即係可能最緊要今次嘅重點要刷就係刷，即係大家如果有女帝就刷女帝啦，閃電同埋人妖王比較重點嘅角色。咁就咁樣啦。咁你話呢2個角色值唔值得刷呢？或者值唔值得去練呢？咁我覺得呢一個角色即係格鬥係呢個角色，其實甚平嚟講 OK 嘅，即係因為如果大家有呢一個嘅可能係有咩啊？例如譬如話你有卡普隊咁，你可能你落呢一個角色落去做扣10%，其實都唔會冇用嘅。咁再加上即係如果大家抽到 Pink 就更加可以練呢個角色啦。咁而呢個 Mr. One 就因為講緊佢係斬1.5倍啦，其實如果大家有呢個扣沙或者係有以前嘅 Mr. One，譬如話力屬嘅主線力屬嘅，或者係即係亂入角雙周亂入角嘅支屬嘅嗰隻 Mr. One，其實呢一個角色就未必係咁實用啦，因為你有代替品啊嘛，就係咁樣啦。咁升唔升嘅個人取向啦，就咁啦。咁今日嘅分享就去到呢度啦。咁多謝大家收睇啦，下次再見，拜拜。